大家成日都話要身體好，想長壽就要食多啲蔬菜，但係你又知唔知原來喺營養學界入面，蔬菜都有一個真正嘅戰力排行榜。好多人以為最健康、最抗癌嘅蔬菜，不外乎就係西蘭花。但係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嘅粗公佈過嘅一項權威科學研究評分，結果真係令到好多專家跌晒眼鏡。我哋平時當成寶，以為抗癌第一名嘅西蘭花，喺嚴格嘅營養密度綜合評分入面，竟然連前5名都入唔到，只係排喺第7位。更加令人估唔到嘅係，高居榜首攞到100分滿分嘅蔬菜之王，竟然係一款喺街市好常見，但係偏偏好多人都唔中意食，甚至覺得佢有一股怪味嘅蔬菜。呢種望落平平無奇嘅綠色植物，喺現代醫學研究入面被證實含有極高濃度嘅天然抗癌化合物，可以話係不折不扣嘅癌症殺手。今日我就同大家由第10位開始，逐一盤點全球最健康、營養價值最高嘅10大蔬菜，話你知點樣食先可以將佢哋嘅抗癌、降血壓同埋減肥功效發揮到極致。好啦，我哋先嚟睇下排喺第10位嘅超級蔬菜。第10位其實好多人都好熟悉，就係番薯。更加精確咁講，係包括番薯同埋番薯葉。好多人一聽到番薯，直覺就會問：番薯唔係澱粉質嚟咩？食咁多唔會肥咩？呢個觀念真係大錯特錯。研究發現，番薯雖然含有碳水化合物，但佢屬於高纖維嘅複合碳水化合物，升糖指數比白飯同麵包低得多。當你食番薯嘅時候，豐富嘅膳食纖維可以減慢糖分吸收嘅速度，令你嘅血糖維持喺平穩狀態。當胰島素平穩，人體就唔會咁容易將多餘熱量轉化成脂肪。呢個就係番薯可以成為減肥神器嘅秘密。更加厲害嘅係番薯葉。以前喺舊社會，番薯葉往往被視為餵豬嘅飼料，或者好似一啲經歷過50年代、60年代老一輩所講，係物資匱乏先至逼住食嘅賤菜。但係嚟到現代，科學家發現番薯葉嘅抗氧化物、多酚類化合物竟然高出好多葉菜類幾倍。佢富含嘅多酚能夠直接中和體內嘅自由基，阻止自由基進攻我哋嘅健康細胞，從而達到防癌同抗衰老嘅作用。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排喺第9位嘅蔬菜。呢個可以話係調味界嘅巨頭——蒜頭。蒜頭在健康界嘅地位可以話係殿堂級。最核心嘅靈魂成分就係蒜素。蒜素是一種非常強大嘅天然抗生素，具有極強嘅殺菌同抗發炎能力。不過呢度有一個好多人都犯嘅致命錯誤，有好多人長佢嘅時候，將原粒蒜頭洗乾淨直接落鑊。如果你係咁樣做，你食入肚嘅大部分都只係纖維，入面嘅大部分蒜素一早已經被高溫破壞晒。因為喺科學原理上，生蒜頭入面本身並無現成嘅蒜素，要令佢轉化成活性嘅蒜素，你一定要做一個動作，就係將蒜頭切碎、拍扁，然後擺喺空氣入面靜置10分鐘至15分鐘。喺呢段時間入面，植物細胞壁破裂，再加上空氣中氧氣嘅催化，先至會大量生成蒜素。蒜素對心血管嘅保護作用非常驚人，它可以幫助降低血液中嘅壞膽固醇，同時仲可以鬆弛血管平滑肌，達到好明顯嘅降血壓效果。許多長期受到高血壓困擾嘅一啲40-50歲中老年人，在日常飲食中適量加入生蒜泥，都可以見到血壓變得更加穩定。講完第9位，我哋一齊睇下第8位，佢就係番茄。番茄最出名嘅成分自然就係茄紅素。茄紅素係一種極之強效嘅抗氧化劑，清除自由基嘅能力係維他命肽嘅幾十倍。多項國際醫學研究指出，長期攝取足夠茄紅素，患上前列腺癌同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可以大幅降低。不過，番茄嘅食法啱啱好同蒜頭相反，蒜頭怕熱，但番茄偏偏中意熱。茄紅素係一款脂溶性嘅營養素，深深鎖喺番茄嘅植物細胞壁入面。如果你生食番茄，人體嘅消化系統其實好難將細胞壁完全打破。相反，如果你將番茄切碎，落少少健康嘅植物油去炒，或者用嚟煲湯、煮番茄炒蛋，高溫會徹底破壞番茄嘅細胞壁，讓茄紅素大量釋放出來，加上油脂嘅幫助，小腸對茄紅素嘅吸收率會瞬間提升幾倍。好啦，終於嚟到第7位，竟然就係西蘭花。我相信聽到呢個結果，好多注重健康嘅朋友都會大吃一驚。點解西蘭花竟然只係排喺第7位呢？其實大家唔需要失望，西蘭花本身依然是一部非常強大嘅營養製造機。
佢屬於十字花科蔬菜，含有大量嘅芥子油苷。當我哋咀嚼嘅時候，會喺體內轉化成蘿蔔硫素。蘿蔔硫素在醫學界被稱為最強嘅天然抗癌物質之一。佢好似一個細胞排毒開關，能夠啟動人體內嘅異箱解毒酶系統，主動去捕捉同消滅入侵身體嘅致癌物質。不過，西蘭花要發揮功效，烹調手法同樣有一門極深嘅學問。好多人習慣將佢掉入滾水入面焯好耐。如果長時間高溫水煮，西蘭花入面嘅黑芥子酶就會徹底失去活性，無法生成高濃度嘅抗癌蘿蔔硫素，而且水溶性維他命海亦會溶晒入去啲水度。最完美嘅煮法係將西蘭花切好之後，擺喺度15至20分鐘，然後採用短時間隔水蒸嘅方法，大約蒸3至5分鐘。等到西蘭花呈現出翠綠色、帶點清脆口感嘅時候，就要起鑊。好啦，我哋一齊睇下排喺第6位嘅蔬菜，佢就係菠菜。菠菜最為人稱道嘅係佢含有海量嘅葉酸、鐵質同埋葉黃素。講到葉酸，無論係30歲嘅年輕人定係70歲嘅長者，每個人嘅身體都需要。葉酸是細胞分裂過程中不可或缺嘅輔酶。如果體內缺乏葉酸，血液入面嘅一種叫酮型半胱氨酸嘅代謝廢物就會隨之飆升，嚴重傷害血管內皮，大幅增加心肌梗塞同腦中風嘅風險。所以多食菠菜可以非常有效地保護血管，係一隻極佳嘅降血壓蔬菜。不過食菠菜必須注意一個細節，就係草酸問題。菠菜嘅草酸含量比較高，如果直接煮嚟食，會影響人體對鐵同鈣嘅吸收。解決方法非常簡單，因為草酸係水溶性嘅，你只需要喺煮菠菜之前，將菠菜擺落去滾水度，快速測水20至30秒，然後撈起。呢個動作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焯完水之後再去炒或者做湯，就會變得既安全又美味。接下來我哋要進入前5名嘅超強爭奪戰啦。排喺第5位嘅叫做甜菜葉，即係甜菜根上面嗰兜綠色嘅葉。科學研究發現，甜菜葉嘅營養價值居然比下半部嘅甜菜根高出更多。甜菜葉最厲害嘅地方，在於它含有非常高濃度嘅天然硝酸鹽。蔬菜入面嘅天然硝酸鹽進入我們人體之後，會被轉化為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在醫學上被稱為血管嘅最強擴張劑，它可以令我們繃緊。硬化嘅血管平滑肌瞬間放鬆，血管一放鬆，血壓自然就會大幅度下降。對於想要尋找天然降血壓食物嘅朋友，甜菜葉絕對係一個隱藏嘅大招。緊接着排喺第4位嘅係頂級超級食物羽衣甘藍。羽衣甘藍含有極其豐富嘅黃酮類抗氧化劑，例如腐皮素，呢啲成分具有極強嘅抗發炎同抗心血管疾病嘅功效。細胞的慢性發炎其實就是癌症、糖尿病等絕大多數慢性病嘅根源，而羽衣甘藍入面嘅抗氧化劑就好像是體內嘅超級消防員，能夠迅速撲滅各個器官嘅慢性發炎火種。但係羽衣甘藍嘅植物纖維非常粗糙，生食嘅時候帶有一種好明顯嘅苦澀味。如果你想生食做沙拉，切記要將其中間那條堅硬嘅粗梗完全切走，淋上橄欖油同少許檸檬汁，用雙手去用力按摩葉片大約1-2分鐘，透過按摩，油分會滲入植物細胞，令到原本粗糙嘅纖維結構變得柔軟。檸檬汁嘅酸味亦可以完美掩蓋佢嘅苦澀味。好啦，終於要揭曉全場嘅前3名，進佔第3位嘅就係羅馬生菜。我哋平時食嘅西生菜，主要成分9%都係水。但係羅馬生菜完全唔同，佢擁有一條條直立、呈現深綠色嘅葉片。在營養學上，蔬菜嘅顏色越深，代表它所蘊含嘅營養濃度就越高。羅馬生菜富含極高劑量嘅維他命同埋鉀元素。鉀係人體內對抗鈉離子、調節血壓平衡嘅最關鍵礦物質。高鉀成分可以促使腎臟將多餘嘅鈉離子排出體外，達到極之自然嘅降血壓、消除水腫功效。緊接其後，榮登全球第2位嘅係大白菜。大白菜同西蘭花一樣，同屬於勢力龐大嘅十字花科家族。醫學研究證實，大白菜中含有豐富嘅吲哚三醇，呢種物質在人體胃酸嘅作用下，會轉化為強大嘅防癌複合物。它最特殊嘅本領是能夠調節人體內嘅雌激素代謝平衡，在國際醫學界被公認為預防女性常見癌症嘅超級防線。終於，我哋要揭曉榮登榜首，奪得全球最健康蔬菜第1名寶座嘅終極蔬菜之王，佢就是西洋菜。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嘅權威評分，西洋菜是唯一一個獲得了100分滿分嘅超級神菜。相較之下，西蘭花嘅得分只有大約30幾分。西洋菜含有一種非常獨特、極之強效嘅抗癌武器——苯乙基二硫氰酸酯。多項現代腫瘤醫學研究證實，這種成分對癌細胞具有毀滅性嘅打擊能力。它能夠非常精準地切斷腫瘤細胞周圍嘅新生血管生長，直接阻斷腫瘤嘅營養供應線。同時，西洋菜在中醫藥學嘅智慧入面，亦一直佔有極高嘅地位，具有極佳嘅清熱潤肺、化痰止咳功效。廣東人最中意在秋冬季節用西洋菜來煲老火湯。不過西洋菜之所以排喺第一名，但好多人都唔中意食，主要是因為它有一股非常獨特、帶有少少辛辣嘅刺激性氣味，而且西洋菜屬於水生植物，如果洗得不乾淨或者生食，很容易會引起腸胃不適。所以要真正安全、美味地享受這款全球第一名嘅蔬菜，最重要嘅法則就是徹底洗乾淨，並且一定要徹底煮熟。當西洋菜經過高溫烹煮之後，它原本呢股辛辣嘅刺激性氣味會完全消失，反而會轉化為一種非常濃郁、清甜嘅獨特菜香。你只需要大火煮熟、煮透，它就是全宇宙最安全、最抗癌、最護血管嘅神級蔬菜。看到這裏，相信大家已經完全明白，大自然賦予我們嘅每一種植物背後都隱藏着一套精妙絕倫嘅醫學密碼。在2026年的今天，隨着現代醫學同營養學嘅不斷進步，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衣食同源絕對不是一句空話。我們每個人每一天吃進肚入面嘅食物，其實都在默默地改變着我們細胞嘅狀態。健康長壽並不需要昂貴嘅補品，大自然最珍貴嘅良藥，往往就藏在街市最平凡、最便宜嘅蔬菜之中。快點將這些實用嘅健康蔬菜知識分享給你身邊嘅家人同朋友，讓我們一起在2026年吃出一個更強壯、更健康、遠離疾病嘅美好人生。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同大家講一講一個非常貼身，但係99%嘅香港家庭每日都可能犯緊嘅大錯。呢個大錯就係我哋日日都要出入嘅地方，廚房入面嘅壞習慣。你可能會覺得，哎呀，少少生活小細節有乜所謂？但我話你知，呢啲你以為好慳家、好方便嘅廚房小動作，日積月累落去，輕則破壞你同屋企人嘅腸胃健康，重則會增加腦退化同埋致癌嘅風險。分分鐘為咗慳嗰幾百蚊買粉錢，最後要用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嚟睇醫生，真係臨老唔過得關。所以今日呢條片，所有香港人真係一定要睇到最尾，即刻同我解甩呢幾樣嘢。我哋先嚟講講第一樣，亦係全香港最普遍，特別係各位精打細算嘅師奶長輩最常做嘅動作，就係食隔夜同埋好鍾意一次過煮一大鑊嘅碟頭飯。好多人都聽過隔夜會產生亞硝酸鹽，食得多會致癌，但你知道嗎？隔夜對健康嘅威脅絕對唔止致癌咁簡單。在我們日常生活入面，好多人食完夜晚嗰餐，見到剩返一兩碟菜，覺得唔好嘥，就隨便用個碟蓋住，甚至連保鮮紙都唔包，就咁放喺廚房張台度，諗住第二朝或者下晝翻熱再食。呢個動作簡直就係喺屋企培育細菌。根據科學研究，細菌最中意生長嘅溫度係攝氏7度至60度，呢個區間喺醫學上被稱為危險溫度帶。如果我哋將煮好嘅魚菜擺喺室溫太耐，特別係香港夏天，天氣又濕又熱，細菌會20分鐘就可以繁殖1倍。你放一個夜晚，入面嘅大腸桿菌、沙門氏菌已經多到你無法想象。就算你第二日放入微波爐叮一叮，如果加熱溫度達唔到攝氏70度以上，根本殺唔死呢啲頑固嘅病菌。有好多人問，咁我即刻放入雪櫃係咪就安全？放入雪櫃確實可以減慢細菌繁殖，但並唔代表細菌會死。好多人放隔夜入雪櫃，一擺就擺2-3日，甚至1個禮拜。特別係蔬菜類，例如青菜、白菜，本身含有較多嘅硝酸鹽，放得太耐或者重複加熱，細菌會將硝酸鹽轉化為亞硝酸鹽。當呢啲化學物質入到我們胃部，同胃酸以及蛋白質結合，就會形成強烈致癌物亞硝胺。呢個係導致胃癌、食道癌同大腸癌嘅主要元兇。除咗致癌之外，最恐怖嘅係最新醫學研究指出，長期食處理不當嘅隔夜區，居然同腦退化有莫大關係。大家一定要留意，當你食入被細菌污染或者產生咗化學變化嘅食物，你嘅腸胃黏膜會受到慢性發炎嘅刺激。依家醫學界有一個好著名嘅理論叫做腦腸軸，即係大腦同腸道係有直接嘅神經同化學物連結。
當你嘅腸道屏障因為長期食隔夜情而被破壞，處於慢性發炎狀態，呢啲發炎因子同毒素就會通過血液循環，穿過血腦屏障進入大腦，導致大腦尾膠細胞異常活化，進而加速腦部神經元退化，誘發阿茲海默症，即係我哋俗稱嘅老人痴呆、腦退化。再講講好多上班族、單身一族最中意煮嘅碟頭飯或者一鍋熟。好多人為咗圖方便，一餐煮一大鍋咖喱、薯仔雞或者一大盤肉燥，然後每日不分餐不分碟，就咁直接用食過嘅筷子去兜，食唔晒又成鍋放返入雪櫃，第二日又拿出來熱一熱。每一次你用帶有口水嘅筷子掂到夠久，你口入面嘅細菌就已經進駐咗成盤菜，加埋重複咁加熱，食物入面嘅維他命、營養素一早流失晒都算。重點係成個餐都變成咗病菌溫床，長期咁食法，你嘅腸胃點會好？腸胃不好，毒素積聚，腦袋自然退化得快。所以關於隔夜糊，大家即刻要記住3個原則：第一，食唔晒嘅一定要喺2個鐘頭內放進雪櫃；第二，綠葉蔬菜盡量唔好隔夜，一餐食晒佢，要留就留肉類；第三，由雪櫃攞出嚟嘅隔夜位一定要徹底加熱到攝氏70度以上，而且最多只可以翻熱1次。絕對唔可以重複加熱2次、3次。講完隔夜玩，我哋嚟講講第2個隱形殺手。呢個壞習慣真係好多人日日做緊都唔知，就係洗潔精殘留。大家平時洗碗係咪將洗潔精直接積喺海綿度，兩下用水沖一沖，見到毛泡摸落去吱吱聲，夠乾淨就當洗完。其實好大機會你已經食咗好多化學物質落肚。瑞士蘇黎世大學附屬機構做過一項非常震驚嘅研究，發現日常生活中洗潔精、洗碗碟機專用洗滌劑入面嘅化學添加劑，特別係表面活性劑，如果殘留喺餐具上面，被我們食入肚，會嚴重破壞我們嘅腸道上皮細胞屏障。大家想象一下，我們嘅腸道上皮細胞就像是一道防護牆，阻止毒素同細菌進入身體。而洗潔精嘅作用係乜？係溶解油污，破壞油水界面。當微量嘅洗潔精殘留隨住食物進入你嘅腸道，佢就會像溶解油污一樣，慢慢溶解你腸道黏膜嘅保護層。一旦這道腸道防線被攻破，就會出現腸漏症。毒素、過敏原同未消化完全嘅食物分子會直接流入血液，引發全身性嘅慢性發炎。研究指出，這種長期嘅化學物質微量暴露，不僅會引發腸胃發炎、胃潰瘍，更會大大增加患上糖尿病、肥胖、肝硬化、憂鬱症，甚至阿茲海默症等腦部退化疾病嘅風險。你可能會問，我明明沖得好乾淨，點解仲會有殘留？其實好多平價洗潔精添加咗大量人工香精同粘稠劑，非常難徹底沖洗。再加上好多香港家庭廚房空間細，洗碗好似打仗咁，貪快沖一沖水就收工。要解決呢個危機，大家洗碗一定要改用正確方法。第一，洗潔精千萬不要直接積落餐具或海綿上，應該先喺水盤度用水稀釋，再用稀釋過嘅水去洗碗。第二，沖水嘅時候一定要用流動嘅清水，每隻碗碟至少用清水，前後徹底沖洗2次，每次不少於10秒。第三，如果可以嘅話，用溫水沖洗，因為溫水可以更有效咁溶解並帶走化學表面活性劑。好，第3個壞習慣，同樣係好多人為咗慳錢或者貪方便而做出嚟嘅致命傷，就係不拆鍋、連續炒菜同埋烹調油重複使用。好多家庭主婦或者自主一族為咗慳水、慳時間、慳洗潔精，炒完第一道菜，例如炒完個菜，見個鑊仲好乾淨，好有油光，就直接放第2道菜落去繼續炒。呢個習慣簡直係自己往食物度加致癌物。炒完第1道菜之後，鑊表面其實已經附住咗好多微細嘅食物殘渣、澱粉質同埋高溫加熱過嘅油脂。如果你唔洗鑊，直接開火炒第2道菜，上1道菜殘留嘅渣滓就會喺2次加熱嘅高溫下迅速變焦碳化。呢個過程會產生極高濃度嘅致癌物質，例如苯並芘、雜環胺。當你將第2道菜放落去炒嘅時候，呢啲致癌物質就會牢牢黐住你新炒好嘅菜，你食落肚就等於將致癌物直接吞入胃。除咗唔洗鑊之外，仲有一樣好流行嘅慳家行為，就係重複使用炸油。香港人好中意食煎炸嘢，煎完魚、炸完煎釀三寶，剩低大半鑊油，覺得咁靚嘅油倒咗去好嘥，於是裝喺個碗度，留返下一次炒菜或者下一次再炸嘢。
各位街坊，高溫油炸過嘅食油入面嘅化學結構已經完全被破壞，油在反覆高溫加熱嘅過程中會發生劇烈嘅氧化同酸敗，產生大量嘅自由基、反式脂肪酸以及極強嘅致癌物。呢啲酸敗嘅油脂一旦食入肚，會直接攻擊我們血管壁，令血管硬化，引發心腦血管疾病，同時亦會增加大腦慢性發炎嘅機會，加速腦部退化。所以記住，炒完一道菜一定要洗鑊。用清水同刷子將鑊面嘅殘留物徹底擦洗乾淨，抹乾先可以炒下一道菜。而用過嘅炸油，除非你只是低溫煎一煎東西，而且油色依然清澈無異味，否則一旦高溫炸過或者出現煙點變低、冒青煙、有油切味，就必須果斷應掉。千祈唔好因為想慳嗰幾十蚊油錢，最後要用幾十萬去睇心血管專科。接下嚟第4個廚房壞習慣係關於一個好多人忽略嘅廚具——鋁鍋同埋花損咗嘅夜結鑊。在很多老一輩嘅香港家庭入面，仲可以見到一些用咗好多年、表面已經花晒甚至變形嘅鋁煲。鋁鍋因為導熱、快、輕便、便宜，以前非常受歡迎。但你知道嗎？鋁係一種具有神經毒性嘅金屬。當你用鋁鍋去烹煮一些酸性食物，例如番茄炒蛋、番茄薯仔湯、咕嚕肉或者加咗醋嘅菜式，酸性化學反應會令鋁鍋釋放出大量嘅鋁離子。當這些鋁離子隨住食物進入我們身體，佢哋好難被排出體外，而係會慢慢累積喺我們嘅骨骼同大腦入面。當大腦入面積聚過量嘅鋁，就會破壞神經細胞嘅傳導，導致腦部神經纖維纏結。呢個正是阿茲海默症，即係腦退化症嘅典型病理特徵。同樣道理，近年非常普及嘅液結鑊雖然好用、不黏底，但好多人洗鑊嘅時候貪方便用金屬鋼絲刷去刷，或者煮食嘅時候用金屬鑊鏟，結果將液結鑊表面嘅防黏塗層刮到花晒，甚至開始剝落。雖然有研究話不小心食入少量剝落嘅塗層對人體無直接急性毒性，但易結鑊塗層一旦受損，底層嘅金屬就會暴露出來，在高溫同酸性物質作用下會釋放出重金屬，而且花咗嘅縫隙非常容易藏污納垢、滋生細菌。所以如果屋企仲有鋁製嘅煲或者已經花咗、刮損咗嘅易結鑊，聽我講，即刻掉咗佢，換成不鏽鋼煲或者鑄鐵鑊。呢幾百蚊嘅廚具錢真係唔好慳，買個安心同健康。最後第5個壞習慣係關於我們炒菜時最關鍵嘅一步——油煙控制同抽油煙機嘅使用。香港有好多開放式廚房或者空間好細嘅封閉式廚房，好多人炒烤嘅時候覺得自己只是簡單炒個菜、蒸條魚，就懶得開抽油煙機，又或者菜一上碟就即刻啪一聲關咗部抽油煙機。這是一個非常致命嘅習慣。廚房油煙早就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可能嘅致癌物，特別是香港人鍾意大火爆炒。當食油加熱到攝氏170度以上，就會開始氣化分解，形成大量嘅細小油滴同 PM2.5。當溫度去到270度，更會產生清晰油煙，入面含有多達200幾種有害物質，包括強烈致癌物苯並芘、揮發性亞硝胺等。長期吸入廚房油煙對肺部嘅傷害，完全不亞於吸一手煙或二手煙。好多家庭主婦一生人唔食煙，但最後卻不幸患上肺癌。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是長期暴露喺廚房油煙環境中。要保護全家人嘅肺部健康，我們使用抽油煙機一定要做到早開晚關。咩叫早開晚關？喺你開火放油之前20秒就應該提早開咗部抽油煙機，等廚房嘅氣流形成定向循環，防止油煙擴散。當你炒完菜熄咗火之後，唔好即刻關抽油煙機。應該讓佢繼續運作3至5分鐘，將空氣中殘留嘅微細有害油煙徹底抽走，先可以關機。同時，烹飪嘅時候盡量多用蒸、煮、燉，少用大火爆炒、油炸、蒸煮產生嘅 PM2.5，只是爆炒嘅幾十分之一。改變一下烹調習慣，不僅全家人食得清淡健康，廚房嘅空氣質素亦會大大改善。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呢5個香港家庭最常見嘅廚房壞習慣。我們來總結一下：第一，隔夜一定要及時放雪櫃，徹底加熱，避免大腸桿菌同亞硝胺危害腸胃，導致慢性發炎，引致腦退化。第二，洗碗要徹底沖洗洗潔精，防止微量化學物質殘留，破壞腸道黏膜，引發腸瘤。第三，千萬不要不洗鑊就連續炒菜，炸油不要反覆重複使用，防止食入高溫酸敗嘅致癌物。
第四，果斷淘汰損壞嘅鋁鍋同花咗嘅易結鑊，避免重金屬同神經毒素累積。第五，煮食時抽油煙機要早開晚關，減少吸入致癌油煙。呢啲壞習慣，可能你同你嘅家人已經做咗10幾年，甚至幾十年。你可能會話：哎呀，我都做咗咁多年啦，咪又係咁樣無病無痛。但健康往往係日積月累嘅結果，身體嘅排毒功能會隨住年紀大而減退。當你到咗50、60歲，身體積聚嘅毒素一旦爆發，到時要面對嘅就係漫長嘅治療、昂貴嘅醫療開支，同埋全家人嘅身心折磨。用幾百蚊買個不鏽鋼鍋，買支天然安全嘅洗潔精，勤力啲洗鑊，多用幾部抽油煙機，就可以幫全家人慳返日後幾十萬嘅醫藥費。呢條數，我相信精明嘅香港人一定識得計。希望今日呢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你覺得有用，請即刻分享俾你嘅爸爸媽媽、叔伯姨媽，特別係負責全家飲食嘅你位。如果你有任何睇法，或者想知道更多健康資訊，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記得幫手點讚、訂閱同分享。我們下一條片再見，祝大家身體健康，食得安心。你係咪發覺屋企條毛巾啱啱買返嚟第一日，摸落去軟綿綿，好舒服，但係用咗2、3個月之後，就變得好似張砂紙咁，啲紋路粗糙到好似抹台布。每日朝早用佢嚟洗面，根本唔係護膚，直頭係喺度磨皮。好多人一遇到呢個情況，第一反應就係覺得條毛巾夠爛啦，二話不說就掉咗佢，買條新嘅。我今日同你講呢筆錢，你真係花得好冤枉。問題根本就唔係條毛巾舊，而係你由頭到尾都洗錯晒方法。你知唔知條用舊咗嘅毛巾嗰股酸酸臭臭嘅怪味究竟係咩嚟？你以為條毛巾用清水洗過咗水，晾乾咗就代表乾淨？毛巾係用棉纖維織出嚟嘅，棉纖維嘅表面其實有成千上萬個細小到肉眼睇唔到嘅空隙。你每次洗面、抹身甚至抹汗嘅時候，你皮膚表面分泌出嚟嘅油脂、汗水、死皮細胞，全部都會順勢轉晒入去呢啲空隙入面。如果你只係用普通嘅洗衣粉或者沐浴露隨便沖一沖，表面上望落去好似好乾淨，但係藏喺纖維深處嘅油脂同埋有機物根本就冇走過。跟住落嚟，你將條毛巾晾乾，棉纖維一乾就會收縮，結果就直接將呢啲污糟嘢死死咁鎖喺入面。到你下次再用毛巾再濕，你又再抹上面，再加新嘅油脂，跟住又再乾，又再鎖死。呢個過程不斷循環，棉纖維入面嘅油脂越積越多。呢個時候，你條毛巾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微型嘅細菌培養皿，細菌同真菌直接喺呢啲溫暖、潮濕、充滿油脂養分嘅空隙入面安家落戶，瘋狂繁殖。你聞到嗰股酸酸臭臭，好似抹腳布咁嘅味，其實就係千千萬萬隻細菌喺度新陳代謝排泄出嚟嘅化學廢物味道。而你摸落去覺得好似砂紙咁硬，邦邦，甚至有啲黏糊糊，就係因為啲纖維已經被油脂同自來水入面嘅礦物質完全塞死咗，徹底失去咗原本嘅鬆軟感，硬到好似嚿石頭咁。所以你依家明白未？如果方法洗錯，你就算日日洗100次都係白費心機，只會越洗越污糟，越用越傷皮膚。今日我就要教你4招可以幫你慳返大筆買毛巾錢嘅起死回生術，全部都係用屋企最普通最平嘅嘢就可以做到。第一招叫做梳打粉溫水浸洗法，呢個係最簡單最容易上手嘅入門招數，但係偏偏好多人一世都唔知。做法超級簡單，首先準備一盆大概40度左右嘅溫水，溫度大約係你隻手放落去覺得暖洋洋，完全唔燙手就啱啦。跟住落去加入2大羹普通嘅食用梳打粉，攪勻佢，然後將條毛巾完全浸入去，確保整條毛巾都被水淹沒。就咁放喺度浸大約15分鐘，時間到咗之後，用手輕輕搓洗幾下，最後用清水徹底沖乾淨，晾乾，佢就大功告成。呢個方法嘅科學原理其實非常之簡單直接。梳打粉即係碳酸氫鈉，佢係弱鹼性嘅，而我哋皮膚分泌出嚟鎖喺毛巾入面嘅油脂則係酸性嘅。當鹼性嘅梳打粉遇到酸性嘅油脂，就會產生化學上嘅皂化反應，油脂會直接被分解，失去咗原本黐槽嘅黏性，自然就會從棉纖維嘅深處跑出嚟，輕易被水沖走。你可能會問，用平時嘅洗衣液唔得咩？你要知道，普通嘅洗衣液為咗要顧及唔同衣物嘅質料，配方一般都做得好溫和。對於呢啲長年累月積落，已經同纖維牢牢結合嘅頑固油脂，佢哋根本就無能為力。但係梳打粉就唔同，佢係直接從化學層面去瓦解油脂，可以話係釜底抽薪。再加上溫水嘅作用，會令到棉纖維微微膨脹，將深層嘅污垢逼出嚟。咁樣梳打粉先可以100%同呢啲油脂徹底接觸。
等你浸完之後，你過去望一望盆水，你一定會嚇一跳。盆水會變得黃黃、灰灰，甚至表面浮住一層油漬同微細嘅粒粒。呢啲全部都係平時藏喺毛巾入面，你以為洗乾淨咗嘅秘密污垢。浸完之後，你只需要輕輕搓兩下，因為啲污垢已經被化學反應整到鬆晒，一搓就出。沖乾淨晾乾之後，你會發現條毛巾即刻變返柔軟，原本嗰股揮之不去嘅酸臭味亦都完全消失，聞落去有一股好清爽、好乾淨嘅味道。呢個方法非常適合做日常保養，每個月做一次，你條毛巾嘅壽命直接翻倍，絕對唔會越用越臭。第二招叫做白醋熱水去水垢法。梳打粉雖然可以搞定油脂同細菌，但係毛巾變硬仲有另一個好大嘅元兇，呢樣嘢梳打粉係搞佢唔掂嘅，呢樣嘢就係水垢。我哋平時用嘅自來水入面含有微量嘅鈣同鎂等礦物質離子，你每次用自來水洗毛巾、晾乾，呢啲礦物質就會慢慢沉積喺棉纖維嘅表面，日子久而久之，呢啲沉澱物就會好似水泥咁，將啲纖維箍到死死嘅，令到條毛巾變得越來越硬，吸水力亦都變得越來越差。到咗最後你洗面嘅時候，感覺就好似攞緊一塊紙皮喺塊面上度磨咁。特別係一啲水質偏硬嘅地區，呢個問題會特別明顯。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請白醋出場。方法同樣好簡單，準備一盆大約60度嘅熱水，呢個溫度摸落去會覺得有啲燙手。然後倒入大半碗白醋，將條硬邦邦嘅毛巾放落去，浸大約20分鐘到30分鐘。浸完之後，攞去用清水正常洗乾淨，再晾乾佢。呢度嘅原理又係同化學有關。醋酸係一種弱酸，而沉積喺毛巾纖維入面嘅礦物質，主要成分係碳酸鈣之類嘅鹼性物質。酸同鹼相遇會產生中和反應，將呢啲原本唔溶於水嘅礦物質溶解並脫落。冇咗呢啲礦物質嘅束縛，棉纖維重獲新生，自然就會恢復原本嘅彈性同鬆軟度。而且60度嘅熱水加上醋酸，本身就具有非常之強嘅殺菌效果，藏喺深處嘅頑固細菌根本頂唔住呢種雙重打擊。你可能會驚，用完白醋之後，條毛巾會唔會有一股酸溜溜嘅味？呢點你可以完全放心。只要你浸完之後用清水沖洗乾淨，晾乾嘅過程入面，醋酸會隨住水分完全揮發，到時係完全唔會殘留任何酸味嘅。相反，因為水垢被徹底清除咗，毛巾嘅吸水力會變得更好，乾得更快，咁樣反而令到細菌更加難以滋生。如果你條毛巾原本已經硬到好似張砂紙，洗面好似磨砂咁，用呢招浸一次，起碼可以幫佢回血7到8成。第三招可以話係終極大招，叫做梳打加白醋組合拳。呢一招係專門用嚟對付嗰啲已經用咗2-3年，黃到好似舊臘肉咁，臭到離譜，而且硬到可以立得起身嘅超級老油條毛巾。具體做法係咁嘅，首先將條乾嘅毛巾平鋪，然後喺上面均勻咁灑上一層厚厚嘅梳打粉，確保毛巾嘅每個角落都被粉末覆蓋，跟住落去直接將白醋淋落去。呢個時候你會見到一個非常之治癒、非常之奇妙嘅畫面，整條毛巾會開始瘋狂咁起泡泡，發出沙沙聲。你要明白，呢啲泡泡絕對唔係咩特效，而係實實在在嘅化學反應。碳酸氫鈉遇到醋酸，會即時釋放出大量嘅二氧化碳氣體，從而產生無數個微細嘅泡泡。呢啲泡泡喺產生嘅過程中，會產生一種物理上嘅衝擊力，好似無數個微型嘅打砂機咁，將深藏喺纖維最底層嘅污垢硬生生咁頂出嚟。同時，醋酸喺度溶解緊礦物質，梳打粉又喺度溶解緊油脂，兩者相輔相成，內外夾擊。等佢哋瘋狂起跑，起化學反應，大約15到20分鐘之後，你再倒入熱水，用手用力搓洗幾下，最後用清水完全沖洗乾淨，再攞去晾乾。呢個組合拳嘅效果遠遠超過你單獨用梳打粉或者單獨用白醋，甚至連平時化學清潔劑都完全接觸唔到嘅深層頑固污漬，都會被呢股泡泡嘅力量硬生生逼出嚟。好多人第一次用呢一招嘅時候，見到洗完之後嗰盆水嘅顏色，都會被嚇到目瞪口呆。原來自己日日抹面嘅毛巾入面竟然可以污糟到呢個地步。洗完之後，雖然我唔敢同你保證佢可以變到好似啱啱買返嚟一模一樣，但係同之前嗰條又黃又硬又臭嘅砂紙板相比，簡直就係兩條截然不同嘅毛巾。下次你喺準備將條舊毛巾掉落垃圾桶之前，不妨用呢個方法救一救佢，分分鐘可以幫佢起死回生。第4招叫做鹽巴殺菌法。前面嗰3招基本上已經幫你解決咗油脂、水垢同埋異味嘅問題，但係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重點，我哋必須要單獨而且嚴肅咁去處理。個重點就係細菌。
特別係一啲皮膚特別敏感、好容易起暗瘡或者塊面成日無端端泛紅、發炎嘅朋友，好多時候你皮膚問題嘅禍根本就係你每日用緊嗰條毛巾。好多人會發覺點解自己越洗面，塊面反而越油，毛孔越嚟越大，暗瘡一粒未好，第二粒又起，護膚品買咗成千上萬蚊，但係一啲效果都冇。其實問題根本唔係你塊面度，而係你條毛巾度。普通嘅清水、清洗，甚至是用普通洗衣液，對於藏喺毛巾深處嘅細菌，殺傷力其實係非常之有限嘅。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出動最天然、最無毒，但係殺菌力極強嘅濃鹽水。方法如下：準備一盆熱水，然後倒落去大量嘅食鹽，記住係大量，大約2到3把，份量要比你平時煮飯落嘅多好多，直至啲鹽完全溶解喺水入面，形成一盆超高濃度嘅鹽水，然後將毛巾放落去浸20分鐘，最後用清水洗乾淨，再晾乾。呢個方法嘅科學原理叫做高滲透壓殺菌。當細菌處於高濃度嘅鹽水入面嘅時候，因為滲透壓嘅關係，細菌細胞內部嘅水分會被迅速抽走，導致細菌因為嚴重脫水而迅速死亡。呢個完全係純物理嘅殺菌原理，唔會產生任何化學殘留，亦都唔會令到細菌產生耐藥性。只要你個鹽水濃度夠高，殺菌效果就絕對有保證。呢個方法非常適合屋企有初生 BB、老人家或者免疫力比較弱嘅家庭。浸完之後，你會發現毛巾上嘅異味會明顯減淡，因為製造呢啲臭味嘅細菌工廠已經被你用鹽水一網打盡，成個鏟除咗。呢一招可以同前面嘅招數配搭一齊用，例如你可以先用梳打粉去除油脂，然後再用濃鹽水進行深層殺菌，咁樣由內到外就可以將條毛巾徹底搞定。講完呢4個神招之後，仲有幾個你平時一定會忽略嘅生活細節。如果你唔注意呢幾點，你前面做幾多嘢都係白費心思。第一個細節，晾毛巾嘅地方超級重要。我求下你，千祈唔好隨隨便便將條用完嘅濕毛巾直接掛喺浴室入面。香港嘅天氣本來就潮濕，而浴室更加係一個濕氣重、唔通風嘅地方。你條毛巾經常濕漉漉、黐紋蘭咁掛喺入面，喺呢種高溫高濕嘅環境下，細菌嘅繁殖速度快到你無法想象。你一定要將毛巾晾喺一個通風、最好有陽光直射嘅地方。陽光入面嘅紫外線係最天然、最有效嘅殺菌武器，絕對比你噴任何化學消毒水都要穩妥同安全。第二個細節，用完毛巾之後要立即剪開掛好。好多人洗完面之後，習慣性將條毛巾隨手搓成一團，然後就咁擺喺洗手盆隔籬。我話你知，呢個動作係最快令到一條毛巾變臭變爛嘅不治之症。潮濕加上密閉嘅空間，細菌喺呢團毛巾入面繁殖嘅速度係平時嘅幾十倍。用完之後一定要即刻將佢攤開，用夾好或者整齊咁掛起。淨係呢個動作就可以令你條毛巾嘅壽命直接翻倍。第三個細節，洗衣液千祈唔好放太多。好多人覺得洗衣液放得越多，洗得就越乾淨，呢個完全係錯覺。如果你放太多洗衣液，洗衣機在攪拌嘅時候根本沖洗唔乾淨。呢啲殘留喺棉纖維入面嘅化學物質，一來乾咗之後會令到毛巾嘅纖維變得越來越硬；二來呢啲殘留物對於細菌嚟講，簡直就係免費嘅化學美餐，等於你日日餵緊細菌食飯。所以洗毛巾嘅時候，只需要放極少量嘅洗衣液就已經足夠。最緊要嘅係要徹底過乾淨水。第四個細節，毛巾一定要一人一條，千祈唔好共用。有啲家庭為咗方便或者慳地方，成家人共用1-2條毛巾抹手甚至抹面。你要知道，每個人皮膚表面嘅菌群都係唔同嘅。當你哋共用一條毛巾嘅時候，每個人皮膚上嘅細菌就會喺條毛巾度交叉感染，亂晒大坑。一旦其中一個人有皮膚病或者塊面起暗瘡，好容易就會全家人一起中招。而且毛巾經常保持濕潤，細菌交叉傳播嘅機會亦都會大大增加。一人一條毛巾，呢個唔係生活上嘅偏執，而係最基本最起碼嘅個人衛生。第5個細節，毛巾其實係有使用期限嘅，你要明白，就算你保養得再好，洗得再乾淨，棉纖維用得耐咗，都一定會產生自然老化同斷裂。一般嚟講，一條每日都要用嘅面巾，用咗半年到1年左右，就應該要換一條新嘅，咁樣係最安全、最穩陣嘅做法。用我今日教你嘅呢啲方法，可以令你喺呢半年到1年之內，條毛巾用得更加舒服、更加柔軟，但係並不代表你可以一條毛巾用一世。最後，我哋一齊嚟總結一下，你條毛巾越洗越臭，越洗越硬，根本就唔係條毛巾嘅品質問題，而係你一直以來嘅洗法出咗錯。記住呢個口訣，想去油去味，用梳打粉；想去水垢，令毛巾變軟，
用白醋。遇到頑固嘅老油條毛巾，用梳打粉加白醋嘅組合拳。想強力殺菌、預防暗瘡，用龍鹽水。再加上最重要嘅生活習慣，晾喺通風有陽光嘅地方，用完之後即刻攤開掛好，洗嘅時候少放洗衣液。咁樣你條毛巾自然可以用得更加耐。最關鍵嘅係你塊面先至可以真正洗得乾淨。呢啲方法全部都唔使花大錢，材料隨手可得，步驟亦都超級簡單，可以話係零難度。但係偏偏大部分人一世都唔知呢啲小竅門，結果一條又一條原本仲可以用嘅毛巾就咁好冤枉咁被當成垃圾掉咗。由今日開始，執返起你準備掉嘅毛巾，試下我呢幾個方法，你會發現原來生活智慧真係可以幫你慳返唔少錢。經常出外公幹或者去旅行嘅朋友，即刻停一停，諗一諗，問大家一個好扎心嘅問題：你哋每次揀酒店或者民宿，係咪淨係睇網絡評分，間房乾唔乾淨，價錢划唔划算？我咁講，絕大部分人住酒店都淨係留意呢啲表面細節，以為入到房鎖好門，扣埋安全鏈就可以安安心心大角面，乜事都冇。但係我專門研究生活安全隱患好多年，睇過大量壁箱公安同埋旅遊部門公開嘅真實案例。講句真心話，出埠住酒店最容易令你破財、泄露晒私隱，甚至身陷險境嘅，從來都唔係衛生差或者隔音差呢啲小問題，而係客房門檻嗰3樣9成9嘅人都會忽視，極其唔起眼嘅隨身物件。呢幾樣嘢表面上睇落平平無奇，有啲好似酒店嘅貼心服務，有啲又好似普通擺設，但實際上全部都係不法之徒精心設計嘅連環陷阱。已經有無數個前人用血汗錢同埋慘痛教訓證明過，只要你喺客房門口見到呢3樣嘢，無論呢間酒店裝修到幾豪華，網上評分幾高，價錢幾平都好，千祈唔好遲疑，唔好好奇，更加唔好貪小便宜，馬上執齊行李走人，1秒鐘都唔好留低。今日我就用官方嘅真實案例，徹底同大家拆解呢啲隱蔽喺酒店房門嘅恐怖套路。全篇都係乾貨，絕無廢話。睇完真係可以幫到你同你屋企人避開9成9嘅住宿安全風險。首先同大家講第一樣最常見，亦都最容易俾人踩中嘅陷阱，就係塞喺門縫或者掛喺房門門柄上面嘅彩色小卡片。無論你係去到車站、景區附近嘅平價賓館，定係住而家最流行嘅網紅短租民宿，呢類彩色卡片基本上隨處可見。好多人見慣見熟，覺得無非都係啲低俗廣告，隨手用腳踢開就算。有啲人無聊起上嚟，甚至會執起睇2眼，甚至傻乎乎咁以為係酒店提供嘅某種增值服務，完全唔放喺心上。但係行業內幕可以老實講你知，呢個係最經典而且招數年年升級嘅釣魚騙局。呢啲卡片同酒店本身完全無關，全部都係外面嘅黑產分子偷偷摸摸潛入酒店擺低嘅陷阱。千萬唔好覺得呢啲係老掉牙嘅招數就跌以輕心。而家嘅卡片騙局一早已經全面升級，佢哋唔再係單純嘅非法顏色推銷，而係一環扣一環嘅高科技黑產套路。卡片上面印住嘅二維碼或者聯絡電話，背後其實係一條精準收割遊客嘅非法產業鏈。只要你一時好奇，攞部手機出嚟掃一掃，或者打個電話，你就會一步一步跌入萬劫不復嘅深淵。第一步就係神不知鬼不覺咁偷走你嘅個人私隱。喺你掃碼嘅一瞬間，你部手機嘅後台權限就會即時俾惡意程序強行截取你嘅手機號碼，即時精準定位，甚至成部機嘅設備資料都會全數記錄喺對方嘅網絡服務器入面。跟住落嚟，你就會收到無窮無盡嘅騷擾電話同詐騙短信，甚至連你嘅出行行蹤都被人精準掌握。第二步就係最典型嘅小額套大額殺豬盤，對方會用各種名目，例如訂金、服務費、安保費、車馬費、手續費等等，叫你先轉賬幾十蚊到幾百蚊不等。好多人覺得金額咁細，試客無妨，點知一轉賬成功，對方就會不斷加碼，越嚟越大。如果你中途醒覺想反悔，拒絕再俾錢，佢哋就會利用手上已經掌握到你嘅入住資料同個人私隱，進行言語恐嚇，甚至瘋狂騷擾，徹底搞爛你成個行程同心情。最恐怖嘅係第3步，佢哋會悄悄抹乾淨你嘅銀行戶口。好多卡片上面嘅二維碼其實暗藏住極高危嘅木馬程序，根本唔需要你點擊授權就可以暗中竊取你手機入面嘅支付密碼、綁定嘅銀行卡資料以及賬戶餘額等核心敏感信息。
好多遊客去旅行，全程都察覺唔到有一絲異常，等到去完旅行返到屋企過咗幾日，先至突然發現自己張銀行卡喺深夜俾人連續盜刷咗好多次，輕則損失幾千蚊，重則幾萬甚至十幾萬嘅積蓄一瞬間清零。而且呢啲非法轉賬會經過好幾層嘅海外戶口洗白，警方想追查或者幫你追回資金嘅難度極高，基本上可以講係血本無歸。更加需要大家警惕嘅一點係，一間酒店嘅客房門口可以出現呢類卡片，直接證明咗呢間店嘅管理存在巨大漏洞。正規合規嘅酒店或者民宿，安保巡查一定非常嚴密，外人根本冇可能隨隨便便穿梭喺客房樓層，仲可以逐間房去採卡片，能夠等不法分子當成自己屋企廚房咁出出入入，代表你嘅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同私隱安全喺呢度完全得唔到保障。無論間房幾靚，價錢幾吸引，呢類管理鬆散嘅住宿場所絕對住唔過，即刻退房轉酒店係唯一正確嘅做法。第二個隱蔽性最高、中招人數最多嘅陷阱，就係走廊轉角或者電梯口那些無人看管又無牌子嘅共享充電設備，或者寫住免費充電寶嘅機器。呢個係近呢一兩年最新興嘅酒店騙局，真係防不勝防。好多經常出差旅遊嘅老江湖都試過中招。大家出外旅遊都有個通病，就係喺出面行街玩足一日之後，手機電量好快就會徹底用盡。現代人一見到部手機冇電，就會開始心慌。當你好疲憊咁返到酒店走廊，突然見到轉角位擺住一部寫住免費試用、首半小時免費嘅充電設備，你第一時間一定會覺得佢係及時雨，下意識以為係酒店提供給住客嘅貼心便利設施，隨手就會攞條線插落去充電。普通人嘅思維好簡單，覺得擺得喺酒店入面嘅嘢一定係店家提供嘅服務，但係真實嘅內幕遠比大家想象中黑暗得多。根據文旅部門同公安部門嘅官方標準，正規酒店嘅共享設備或者便民設施，一律只會擺喺大堂最顯眼嘅位置，品牌標識一定清清楚楚，售後渠道完善，而且每日都有專人打理，絕對唔會零零散散咁擺喺客房、樓層、轉角位或者昏暗走廊呢啲隱蔽角落。呢啲完全無品牌、無標識、無售後，靜悄悄擺喺客房樓層嘅充電設備，真面目全部都不法分子非法改裝之後私自投放嘅作案工具。更離譜嘅係，好多小規模嘅民宿或者平價賓館老闆，為咗賺取對方每個月俾嘅少少佣金，對呢啲違規設備選擇視而不見、放任不管，完全漠視住客嘅基本安全。呢啲改裝過嘅充電寶入面根本無正規嘅儲能芯片，取而代之嘅係惡意數據讀取芯片同埋微型收音裝置。你條充電線一插上去，短幾秒鐘之內，你手機相簿入面嘅相片、平時嘅聊天記錄、各大銀行或者社交平台嘅賬號、密碼、支付資料，甚至連你成個通訊錄，所有私隱數據都會被全數複製，即時上傳到黑產嘅後台。除咗偷數據之外，呢啲設備仲會悄悄啟動錄音功能，收錄房間裡面嘅對話同環境聲音，捕捉你嘅私人談話同埋同行人員嘅敏感訊息。呢啲被竊取嘅私隱數據會被不法分子打包倒賣牟利。更惡劣嘅係，有人會截取你嘅私密畫面或者音頻，事後進行精準勒索，向你索取巨額封口費。之前就有個真實個案，有一對20多歲嘅年輕情侶去旅行，入住一間平價民宿嘅時候，貪方便隨手用咗走廊嗰部無名充電寶。返到屋企半個月之後，突然收到大量自己喺酒店房入面嘅私密片段，對方開大口勒索，話如果唔俾錢，就將呢啲片段全部公開俾佢哋嘅親戚、朋友同埋公司同事。件事令到呢兩個人日日提心吊膽，精神崩潰，嚴重影響咗日常生活同工作，最終只能選擇報警求助。呢種無形嘅私隱傷害，比直接破財更加可怕，後遺症極強。所以只要你見到住宿樓層有呢類無名免費嘅充電設備，唔需要諗，馬上轉酒店，因為呢間店嘅管理同埋安全底線已經徹底崩壞。第三個陷阱，亦都係欺騙性最強、殺傷力最大，足足有90%遊客都會放鬆警惕嘅致命圈套，就係客房門口莫名其妙出現嘅免費零食、飲品、小禮品，或者所謂嘅歡迎禮包。呢啲嘢望落去貼心又溫暖，精準咁拿捏住所有人唔要白唔要嘅心理，亦都係近年好多入室盜竊、私隱窺探以及人身滋擾案件嘅主要突破口。
而家好多高級酒店確實都會提供免費嘅飲品同埋小食，大家見得多就習以為常，慢慢喺腦海入面形成咗一種固定思維，覺得放喺門口嘅免費禮品一定係酒店送嘅貼心福利。一旦見到門柄掛住個禮包，或者門口放住小禮物，就會毫無防備，隨手攞入房，完全唔會產生一絲懷疑。但係警方整理出嚟嘅大量案件，數據明確顯示，呢啲無端端出現喺門口嘅禮品，絕大部分都不法分子嘅探路工具，背後暗藏住3重致命風險。第一重風險就係精準鎖定容易受害嘅目標。不法分子會專門去景區或者高鐵站附近人流極度複雜的酒店踩點，悄悄喺客房門口擺放小禮品，之後自己就匿喺走廊死角或者安全通道暗中觀察。如果你行過，二話不說，直接將份禮物攞走，咁就等於用行動話俾對方知呢間房嘅住客警惕性好差，貪小便宜，防備心極度薄弱，你就係最容易下手嘅目標。等到深夜你睡着之後，不法分子好大機會就會走過嚟撬鎖，甚至破門入房，實施盜竊，甚至更嚴重嘅違法行為，對你嘅人身同財產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第二重風險就係極其嚴重嘅人身安全隱患，亦都係最致命嘅一環。呢啲來歷不明嘅零食、飲品，甚至是香薰或者小物件，好大機會已經俾人做過手腳，混入咗可以令人在短時間內昏迷、失去意識嘅特殊藥物。以前就有一個真實受害者，30多歲嘅陳先生獨自一人出外公幹，返到酒店見到房門口放住一個包裝精緻嘅餅乾禮包，佢以為係酒店送嘅，就隨手拆開食咗2塊。結果10幾分鐘之後，佢立刻覺得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直接昏睡咗喺床上。直到第2日中午醒來，先至發現房入面嘅手提電腦、幾千蚊現金，甚至連手上戴住隻價值幾萬蚊嘅名錶，全部被盜竊一空。為咗貪少少免費零食，換來巨額財產損失，絕對得不償失。第3重風險就係你嘅行程同入住私隱會徹底曝光。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正規酒店嘅服務規矩，官方贈送嘅歡迎禮品、水果或者飲用水，一係就由前台職員喺你辦理入住手續嘅時候親手交到你手上，一係就由身穿制服嘅工作人員喺你入房之前或者全屋執房嘅時候，入到房入面擺喺台面。酒店絕對唔會無聲無息、鬼鬼祟祟咁將呢啲嘢扔喺客房門口。只要門口無端端出現免費贈品，就代表你已經俾外人盯上咗你嘅一舉一動，行程信息已經完全暴露，好容易會引來持續嘅精準針對同埋騷擾。講到呢度，大家應該完全明白，住酒店安唔安全，從來都唔係單單睇佢裝修幾靚、衛生幾好，或者網絡評分幾高。好多網上寫到5星好評，裝修極度豪華，價錢仲要超值嘅酒店民宿，背地裏其實暗藏重重陷阱。相反，一啲裝修普通、口碑踏實、管理規範嘅老字號門店，先至真正安全可靠。好多人出外旅遊最大嘅誤區就係重體驗、輕安全，淨係顧住住得舒唔舒服、抵唔抵玩，將安全警惕完全拋諸後，最終中招吃虧，後悔莫及。最後同大家總結5條由警方同埋資深出行人士總結出嚟嘅專業住店保命貼士，全部都係實戰經驗，大家出門口一定要袋定落袋。第一，訂房優先選擇連鎖大品牌以及正規有口碑嘅平台，盡量避開無牌照、位置偏僻或者過於小眾嘅私人自營民宿，直接從源頭上規避大半嘅風險。第二，每次上到樓層行到去客房門口，第一時間巡視周邊環境，只要見到門縫有卡片、走廊有不明充電設備，或者門口有莫名其妙嘅禮品，絕對唔好碰，唔好提，立刻落前台要求退房或者換店。第三，出外常備自用嘅充電線以及大容量嘅正牌充電寶，就算手機真係用到沒電關機，都絕對唔好貪方便去用酒店樓層啲陌生共享充電設備，徹底杜絕私隱洩露嘅風險。第四，謹記核心原則，天下無免費午餐，陌生人無端端送上門嘅福利，背後全部都係陷阱。所有唔係前台職員當面交付，或者唔係酒店官方明確贈送嘅物品，一律當睇唔到，絕不觸碰。第五，如果真係不幸遇到騷擾、勒索或者可疑嘅騙局，第一時間要保留好手機截圖或者錄音等證據，立即聯絡酒店安保人員以及報警求助。千祈唔好私底下妥協，默默忍受。你越退讓，壞人就越容易拿捏你。出外旅行或者公幹，安全永遠要擺喺第一位。
所有嘅騙局同陷阱，其實都係利用咗大家嘅僥倖心理同埋貪小便宜、貪方便嘅心態。呢啲望落去微不足道嘅細節，正正就係守住我哋人身、財產同埋私隱安全嘅最後防線。希望大家今日聽完，唔好淨係當故事咁聽完就算，一定要牢記於心，學以致用。同時記得將呢個信息轉發俾經常要出埠、出外工作或者旅行嘅屋企人同朋友，互相提醒，彼此守護。祝大家每一次出行都可以平安出發，開心歸來。顛覆認知，10種必買超市零食，幫你通血管、降膽固醇，越食越長命。老友記必睇，各位老友記，各位追求健康嘅朋友，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傾一個大家都好關心，但係又成日有誤解嘅話題。平時去超市，大家係咪一見到零食兩個字就即刻擰頭，覺得零食一定係垃圾食物，食得多會縮血管、升膽固醇？特別係我哋上咗年紀嘅朋友，為咗保護條血管，平時真係忍口忍得好辛苦，行過超市零食部都唔敢望多眼。其實我非常明白大家嘅心情，人隨住年紀增長，身體嘅新陳代謝會慢慢減慢，血管亦會好似屋企用耐咗嘅水喉一樣，裏面開始堆積垃圾，變得又硬又脆。如果我哋唔好好保養，呢啲垃圾就會變成血栓，堵塞我哋嘅生命通道。所以好多老友記平時生活得戰戰兢兢，呢樣唔敢食，嗰樣又要戒口，搞到食嘢好似受罪咁，人生好似少咗好多樂趣。但係今日我要同大家顛覆呢個傳統認知，其實超市入面隱藏住好多超強嘅血管清道夫，只要你識得揀，零食唔單止唔會傷身，反而可以幫你通血管、降膽固醇、抗發炎。真係越食越健康，越食越長命。今日我就幫大家總結咗10種喺普通超市隨手就可以買到嘅護心、通血管、補壯零食。大家快啲準備好筆記，下次去超市照住呢個清單去買就實無走雞。第一種要介紹嘅就係無調味嘅堅果，特別係核桃同杏仁。好多老友記驚堅果油分多，唔敢食。其實堅果入面含有嘅係非常優質嘅單不飽和同多不飽和脂肪酸。研究表明，呢啲健康嘅油脂可以幫我哋降低血液中嘅壞膽固醇，同時保留好膽固醇。好似核桃咁，佢富含植物性嘅奧米加3脂肪酸，對血管有極佳嘅保護作用，可以幫助維持血管彈性，預防動脈粥樣硬化。每日食一小把，大約10至15克左右。不過，大家去超市挑選堅果嘅時候，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市面上好多包裝堅果，為咗迎合大眾口味，會加入大量嘅鹽、糖，甚至是棕櫚油去烘烤。呢啲加工過嘅堅果，非但幫唔到你通血管，反而會因為鈉含量超標而令血壓飆升。我哋一定要揀包裝上寫住原味、低溫烘焙或者無鹽嘅產品。買嘅時候可以順便望望成分表。如果成分表入面只有堅果本身，無其他化學添加劑或者油分，咁就係最健康、最純正嘅血管保衛兵。第二種零食係好多人都中意食嘅黑朱古力，冇錯，朱古力都可以通血管。不過大家要留意，我呢度講嘅係可可含量喺70%或者以上嘅黑朱古力。黑朱古力入面含有非常豐富嘅黃酮類化合物同多酚類抗氧化劑。呢啲成分好犀利，可以幫助人體改善血液循環，減少血管入面嘅發炎反應，甚至可以防止血管壁被自由基氧化損害。適量食少少高純度黑朱古力，有助於控制血壓，減少血栓形成嘅風險。每日食1至2小塊就夠晒。喺度要提醒大家一個小秘訣：去超市買黑朱古力唔好只睇包裝，正面寫住大大的黑朱古力3個字，一定要翻過去睇睇背面嘅成分排序。根據法例，成分表入面含量最多嘅成分會排喺第1位。如果排第1位嘅係糖，咁呢包朱古力其實同普通糖果冇分別。我哋要揀第1位寫住可可液、可可膏或者可可脂嘅產品，而且百分比越高越好。雖然食落口可能會帶有一點點甘苦，但呢種苦味正正就係保護你血管嘅精華所在。第3種係新鮮嘅莓果類，好似藍莓、草莓同覆盆子。依家超市嘅冷凍櫃或者新鮮蔬果區都好容易買到。莓果類簡直係大自然送俾我哋嘅血管保護劑，佢哋含有極高嘅花青素同維他命 C， 抗氧化能力超群。最關鍵嘅係莓果含有豐富嘅水溶性膳食纖維，呢種纖維喺腸道入面可以好似海綿咁吸附並帶走一部分膽固醇，從而幫助降低壞膽固醇水平。老友記平時可以用藍莓代替糖果做下午茶、零食
又甜又健康。如果買唔到新鮮嘅，超市冷凍區嘅無糖急凍藍莓亦係一個好選擇。佢哋喺急凍過程中保留咗大部分營養，性價比極高，用嚟拌乳酪食一流。第四種通血管神器就係牛油果。可能有人會話牛油果咁油，點算零食啊？其實牛油果切片，灑少許黑胡椒，或者配無鹽梳打餅一齊食，就係一份非常優質嘅飽腹零食。牛油果富含油酸，呢種單不飽和脂肪酸係公認嘅心血管保護神，可以顯著降低壞膽固醇，仲含有豐富嘅鉀元素。鉀元素可以幫助身體排出多餘嘅鈉，對穩定血壓、減輕血管負擔有直接嘅幫助。老友記如果覺得單食有啲單調，可以用叉將牛油果肉壓成泥，當成果醬搽喺全麥麵包上面，健康又美味。第五種係燕麥片或者純燕麥餅乾。燕麥入面含有大量嘅葡聚糖，呢種係一種超強嘅可溶性膳食纖維。佢進入腸道之後，會形成一種黏性物質，阻礙腸道吸收食物中嘅膽固醇，迫使身體使用血液中嘅膽固醇去製造膽汁，從而達到快速降低膽固醇嘅效果。去超市買零食嘅時候，老友記可以揀成分純正、無額外添加糖嘅全穀物燕麥餅乾，或者用純燕麥片加熱水沖調，加一匙羹堅果，就係一碗極佳嘅護心點心。不過大家挑選燕麥產品時，要特別小心那些聲稱即沖即飲嘅麥片包。呢啲3合1或者5合1嘅麥片包，為咗口感香滑，往往加入咗大量嘅植脂末，也就是俗稱嘅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係血管嘅頭號殺手，食得多會令你嘅壞膽固醇直線飆升。所以請大家認準包裝袋上只有純燕麥或者大燕麥片字樣嘅產品，自己動手加少少熱水或者熱鮮奶，先至係真正嘅護心良方。第6種零食，大家可能意想不到，就係南瓜子同奇亞籽。呢啲種子類零食富含植物埃醇。植物埃醇喺結構上同膽固醇非常相似，所以當佢哋進入腸道之後，會同膽固醇爭位咗，競爭小腸嘅吸收通道，令到膽固醇冇辦法進入血液，直接被排出體外。奇亞籽仲含有極高嘅不飽和脂肪酸同膳食纖維，大家可以買原味嘅烘焙南瓜子當零食咬，或者用奇亞籽加無糖豆漿跑製成奇亞籽布丁，既新潮又超級護心。第7種係希臘乳酪。請注意，一定要揀無添加糖嘅原味希臘乳酪。希臘乳酪含有非常豐富嘅優質蛋白質、鈣質同鉀質。乳酪入面嘅益生菌，除了改善腸道健康之外，近年研究仲發現，健康的腸道微生態可以間接減少身體嘅慢性發炎，對維持血管健康好有幫助。老友記食嘅時候，如果覺得有啲酸，可以切幾粒新鮮藍莓，或者加半條香蕉落去，天然甜味之餘，護心效果直接加倍。喺度要同大家上一堂小小嘅課，市面上好多寫住希臘式乳酪嘅產品，同真正嘅希臘乳酪係兩回事。希臘式乳酪往往係用普通乳酪加上果膠、增稠劑或者鮮奶油調配出嚟嘅，非但蛋白質含量少，脂肪同熱量仲可能好高。真正嘅希臘乳酪成分應該非常簡單，只有牛奶同乳酸菌，質地非常濃厚，呢種先至有降脂護血管嘅功效。第8種超市買到嘅好嘢就係鷹嘴豆或者無鹽烘焙豆類。鷹嘴豆近年非常流行，超市有售賣即食嘅罐頭鷹嘴豆或者烘乾嘅鷹嘴豆零食。豆類係低脂肪、高纖維同高植物蛋白嘅代表，多吃原始未經過度加工嘅豆類，佢哋所含嘅膳食纖維可以有效阻斷膽固醇嘅重吸收，對於降低血脂、預防冠狀動脈硬化有非常顯著嘅作用。第9種就係無糖綠茶，食咗咁多嘢，當然要飲啖水潤一潤。超市入面樽裝嘅無糖綠茶，或者自己買茶包沖，都係極佳嘅血管保護飲品。綠茶入面富含茶多酚同兒茶素，兒茶素是一種非常強效嘅抗氧化劑，可以抑制腸道吸收脂類物質，幫助降低血液中嘅總膽固醇同甘油三酯，仲可以防止壞膽固醇被氧化，因為壞膽固醇一旦被氧化，就會更容易沉積喺血管壁上，形成斑塊。所以一啖綠茶配一小把堅果，絕對係黃金護心組合。第10種就係番茄乾或者新鮮小番茄。超市乾貨區有時會有一包包無加鹽糖嘅脫水番茄乾，或者直接買新鮮嘅一盒盒小番茄當零食。番茄入面最珍貴嘅成分就係茄紅素。茄紅素係一種極強嘅脂溶性抗氧化劑，佢最擅長嘅工作就係保護我哋嘅血管內皮細胞，防止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壞膽固醇被氧化，從而大大降低動脈硬化嘅風險。而且番茄熱量極低，老友記點食都唔驚會發胖。
講到呢度，大家係咪發現原來超市入面有咁多健康、美味又可以通血管、降膽固醇嘅零食選擇呢？其實好多老友記平時聽埋好多偏方，話要飲呢樣食嗰樣，其實最簡單、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由日常生活中嘅微小習慣開始改變。好似我哋今日講嘅呢10種零食，隨手可得，價錢又唔貴，比起買昂貴嘅保健品，呢啲原型食物帶俾身體嘅益處更加全面、更加安全。我哋要明白，血管硬化同膽固醇超標唔係一日半日累積出嚟嘅。同樣道理，想血管保持健康、彈性，亦需要我哋日積月累嘅保養。用呢啲健康嘅零食去代替平時高鹽、高糖、高反式脂肪嘅薯片、汽水、糖果，或者那些添加咗大量化學防腐劑嘅加工點心。咁樣一來，我哋滿足咗口腹之欲；二來，我哋嘅血管又可以得到滋養，真係一舉兩得。除咗要識得揀，我哋食嘅時間同搭配都好有學問。例如下午3、4點嘅時候，大家可能會有少少肚餓，呢個時候最容易行去廚房拎塊奶油蛋糕或者高油高糖嘅蛋卷食。如果我哋可以提前準備好，將呢個時間定為我哋嘅護心下午茶時間，用一杯無糖綠茶配上一小把核桃，再加幾粒小番茄，咁樣既可以提供充足嘅飽腹感，穩定血糖，又可以源源不斷地為血管輸送抗氧化營養，真係簡單又方便。又或者在夜晚睇電視嘅時候，老友記成日想咬下嘢，呢個時候千祈唔好去拿薯片，你可以洗一小碗藍莓，或者吃一片85%嘅黑朱古力。呢啲小改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你嘅血管就會變得越來越乾淨，整個人都會變得越來越精神、有活力。健康嘅生活絕對唔係要大家每日清茶淡飯，乜都唔食得，搞到個人冇晒樂趣。相反，食得精明，識得揀，你一樣可以享受美食嘅樂趣。只要我哋掌握咗健康飲食嘅密碼，超市嘅零食部就唔再係我哋嘅禁地，而係我哋嘅健康加油站。血管通，人自然輕鬆。保護心血管係一場持久戰。老友記平時除咗要食得精明，仲要記得多喝水、多散步，每日保持愉快嘅心情。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超市血管清道夫零食清單，希望幫到大家。快啲將呢個清單分享俾身邊嘅屋企人同老友記，大家一齊去超市健康掃貨，越食越精靈，越食越長命。祝大家身體健康，血管永遠保持18歲。我哋下一次再分享更多健康好料，大家再見。